史记是纪传体帝王本纪啦，人物列传啦，写人物为主的。而《资治通鉴》是编年体，年代按照年代顺序从古代到今，从战国写到五代后周，然后又是年代写出来，然后右边再写事情，然后牵涉到人事物等等。《资治通鉴》是编年体，是司马光写给宋朝皇帝看的嘞。应该说编出来的，参考了200多种的资料啊，史书啊，还是资料。这里有写哦，杂食啊，左采杂食多至222种，可以参考参考维基百科。来看《资治通鉴》电子书。哦，好，《资治通鉴》电子书嘞，还有繁体版下载。《资治通鉴》有电子书呀。还有全译本哦。博洋还翻译全部的《资治通鉴》呢。吴山信著。